第6章，我看见羔羊掀开7印中的第1印的时阵，就听见4画面中的一个画面，声音亲像雷，讲：你来，我就观看，看见有一只白马，徛伫马顶的，提经，阁有冠冕赐予伊，伊就出去，赢了，阁赢。掀开第2印的时阵，我听见第2个画面讲：你来，就另外有一只马出来，是红的，有权柄，互迄个骑马，通对地上抢去太平，互人彼此相杀。阁有一支大刀赐予伊。掀开第3印的时阵，我听见第3个画面讲：你来，我就观看，看见有一只乌马，徛伫马顶的，手提天平。我听见伫4画面中，亲像有声音讲：一钱银买1斤的马，一钱银买3斤大马，油甲酒毋通糟蹋。掀开第4印的时阵，我听见第4画面讲：你来，我就观看，看见有一只灰色的马，徛伫马顶的，名字叫做死，阴府也缀着伊，有权柄赐予伊，通用刀剑、饥荒、瘟疫、野兽，杀害地上1/4的人。掀开第5印的时阵，我看见伫祭坛的下底，有为着上帝的道，搁为做见证受杀的人的灵魂，大声喊着讲：圣洁真实的主啊，你无审判踮伫地上的人，甲阮心流血的冤，要等到第时呢？对安尼有白衫赐予因逐人，阁有话对因讲，阁着吞忍叠仔久。听候三甲做奴仆的，甲因的兄弟，也亲像因受杀，满足数目。掀开第6印的时阵，我阁看见地大震动，日头变乌，亲像魔君，满月变红，亲像火。天顶的星辰坠落伫地呢，亲像无花果树，互风摇动，落麦色的果子一样。天就煞去，亲像册卷受卷起来，山岭海岛拢受牵煞离开本位。地上的君王、神宰、将军、富户、壮士，甲一切做奴仆的、自主的，拢密伫山洞，甲岩石的穴内，向山甲岩石讲：倒伫阮的身顶吧，将阮藏起来，闪避坐宝座者的面目，甲羔羊的受气，因为因受气的大日到了，一罪会徛得牢呢？